卷边，以罗马里书第5章尾载到第5站，大约还是本是145页，大本114页。罗马里书第5章尾载，所以咱已经对信天作伊，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无也我靠伊对信但是伊圣经所带的恩典，佫毋茫上帝就更来，包我自己，毋那安尼就是患难，也包我自己，因为在患难时出困顿，困顿时出劳累，劳累时出毋茫，也毋茫无比较见效，因为上帝会这样对所相属咱的圣灵来管教，但是咱圣灵包括这个。陈佩文很多出来当做这个是甲上帝最好，甲上帝最好。平安。罗马书的第
透过这个言行先，咱知影上帝要互咱一定注意，就搁受罪的捆绑。所以会当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世界的救恩，会当互咱因为礼拜耶稣，因为接受耶稣的死救，咱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上帝的好。所以这个世界就真重要吼。先生，咱第一站咱准备来唱预备来。所以咱一边对你谦罪愿意，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一定爱透过耶稣，一定爱透过耶稣。若无透过耶稣，咱无法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今仔日在内面，咱会当看到即个称义的成果吼，就是咱爱做的第一项，就是咱一定爱甲上帝和好。第二点，咱爱伫恩典中，所以咱知影，咱信耶稣是靠着家己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伫即卖你莫想讲，一定是我家己来教会好像，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来教会，所以即个信仰是我家己做的为师吼，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一定是上帝感动咱，咱来领受。所以每一个上帝的安排，咱甲上做是，即拢是上帝的恩典，互咱来到吃，互咱来到在，互咱来超越的上。而且呢，即个信仰的过程的内面，咱会遇到困难。咱会遇到失望，咱会遇到挫折，其实会的。做事了安怎欢喜来应用上帝的应用，叫咱透过第四项，有啥物件？有患难，但是即问咱生命中有遇到患难，就是即个患难带来，互咱有温润的品格，会当努力，会当有进步，是因为上帝知影。咱每一个人生命中条件是安尼，所以有时阵上帝会将一寡困难放伫咱的生命中间，要互咱去学习。总是咱知影，咱若经过即个困难的时阵，其实上帝的名伊扶持咱，一直帮助咱。所以上帝的名的确会管咱来。所以即个生命的过程吼，咱信仰的历程，我着教一个迄个比如吼，做一个较这信仰哪个阶段？迄个詹姆斯·勒伊提出的吼，这真趣味吼，这讲啥物？就是讲吼，咱的信仰有哪个阶段吼？毋管你啥物教，毋管是啥物教，总是对基督教来讲吼，这是通常是用基督教来做分析的吼。就是咱伫刚开始接受信仰的时阵，咱就亲像囡仔共款，囡仔因咧学习信仰是啥物？比如讲小朋友因咧上主日学。咱感觉小朋友因第一个是想要学的是啥物？敢是老师所教的话哦，对不对？小朋友嘛，咱主日学的小朋友就是老师甲教啥伊安那听啥嘛吼，甲讲听耶稣很爱你啊，说听你啊，小朋友讲哦，耶稣听我，总是伊讲知影啥物是耶稣，啥物是天，佮无啥知影，无啥清楚，所以伊的是用伊的直觉咧接受甲伊会当去模仿，比如讲。老师对我做好的，所以我嘛会对人做好。过来到青少年的阶段吼，就是咱信仰的青少年时期吼，就是咱会当去理性思考，因为已经接受一段信仰的造就啊吼，一段时间的造就，所以过去伊会去收，过去我所接受的这个信仰的传达吼，它会当真做我生命的帮助。所以当即个信仰的青少年的时期，会开始去思考吼，去将家己的信仰。做一个文字的表达吼，做一个语言的表达，过来到成年期吼，这个信仰会较完整吼，就是对过去，也是咱生命经验的内面，家己去听受着，也是你读圣经的时阵，你每册吼，就是讲即句话就是咧对我讲吼，即句经在对我是有帮助，也是上帝透过真济人咧对我讲的吼。通常讲，当我来到即个信仰的成年期吼，成年的时。这通常就是咱咱若是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兄弟姊妹，咱通常拢会到即个阶段，对不对？有人信主40-50天，还袂到即个阶段，敢有可能无？为虾米？等者，第一章就知影吼，来，即个阶段上重要，第4个阶段到第5个阶段，即个抗战，即个抗
个信仰断来，而且伊有信仰断来，就是咱到成年期会晓理性思考的时阵，咱是毋是就开始去分辨讲，这个信仰敢是我的？这个信仰也是面对什么议题时阵，有啥物咱即款的代志会发生，到信仰断来时阵，就是若是拥有突然间，咱若拄着非常困难的代志，比如讲亲人意外过身，还是拥有拄着真重病的时阵，咱就爱做一个选择，做啥物选择？有可能咱就会离开这个信仰，所以就是通常，若是到信仰一个阶段，你到成年期，总是你拄着这个断癌的发生的时阵，拄着人病，拄着意外，拄着你无法度理解的代志咧发生的时阵，咱就爱做一个选择。有的人就是拄着这个断癌，伊就安那选择离开信仰，选择离开信仰。做起来当越过这个断癌的时阵，会当活过这个断癌的时阵。也产生非常强的困难，也产生非常强的困难，而且伊会当结合，就是整合家己的信仰，伊会将伊家己过去的经验，伊安怎度过这个断癌时阵，而且伊会当知影上帝对伊心中有啥物代志，所以伊就开始加出一个有影响力。但是即款咱大家信仰，叫咱若经过啥物困难，当去甲人分享的时阵，这就表示讲咱已经经过这个信仰断来，咱已经经过这个信仰断，而且咱知影这个信仰带互咱的困难是非常有困难的，所以咱会当若具体来，具体当去可能产生影响力，咱去影响咱咱社会的人，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整全的信仰，就是讲会当到迄个信仰上高站的所在，是咱咧讲诚信，诚信是啥物？咱会当放下咱家己，其实耶稣是，其实耶稣是为着别人牺牲，才有为别人设想，你会当无去计较讲，我为着某某人付出偌济，这就是就是到诚信的阶段是，咱无计较咱为着别人付出偌济，咱计较的是，我爱袂为着啥物人付出，所以是为着别人牺牲即款的信仰的态度，所以咱看着讲有啥物代表人物，就是跟啥兄弟，是你不可听咱为着伊伊的时代，伊所伫遐的环境，伫遐的人咧听伊为着伊争取一寡物事，再来，你家己来分享一个故事因为伫台专我这几工真努力希望讲用一寡故事册，咱结合咱的现今的经济，而且会当诚做兄弟姊妹信仰的帮助。咱今仔日看这个海里共犯的故事，伊就是一个伫困难的中间，安怎掠着上帝，继续行上信仰的路的一个女士。咱会当先想看嘛，咱先你看到这乌乌所以你知影伊啥物人？乌人对。看伊的年代，叫看嘛，大概是几年前，大概是几年，这个年代啊，看这个感觉，应该是现代啊，无改变啊，差不多200年前，200年前，即个讲差不多这个乌人的奴隶时代，就是伫美国的所在，乌人奴隶时代差不多经过400年的历史，总是这乌人奴隶伊是一代传一代，就是恁兜若拢奴隶，你就安那一世人拢爱做奴隶所以这个海蒂呢，伊就是自细汉因为爸爸是奴隶，所以嘛自细汉就爱做奴隶对。看这个海蒂少年的时候，伊就是逐工你看伊伫日时间来上，还是暗时间来上？是暗时对不对伊暗时的所在你见来上。伊细汉的时阵，伊就知影有上帝，所以伊拢对自然大自然的环境大自然的环境去超出上帝，所以伊拢是暗时暗时。
吼，伊主人啊，讲伊要家己卖掉，迄个伊搁较南方的所在吼，北方是较自由吼，无路迄个所在，啊南方是搁较有迄个路的所在，所以伊拢要种遮的路的吼，要为了要卖较济钱，所以就种卖掉吼。啊，即个海里就是讲，伊的主人就讲讲在咧卖，所以海里哪会去丢？会啊，吼，伊就想讲安尼要安怎？我到底是要卖去，还是我想要得走？所以就爱一个英雄的，一个英雄的一个啥，一个兄弟啊。我这边我要去哪里？我没看清楚，没有。就是上电视机了，上电透过暗时吼，鸟仔咧飞吼，一叫声吼，真像咧甲伊讲，我种天顶的即个北极星吼，即个我要互伊住。所以海里就感动的，伊就想讲，就想讲，安尼上帝有要互我得走，所以就决定哦，唔爱甲别人讲，因为伊的先生嘛，毋是家己甲人结婚吼，是因为伊的主人家己配吼，所以伊先生就甲讲，威胁我讲，你若要得走，我搞主人讲歹点，所以就唔敢讲，所以嫁海里嘛是，我起来，嫁讲你嘛。靠上的啦，伊来做事吼，伊来真努力在工作，所以嘛是一时时阵嘛是继续吼做伊应该爱做的嘅工作，到暗时就放假到暗时大家拢困时，半暝时间，伊就开始得早，伊得早，伊是吼，咱会当出声。袂使啊！伊动作足紧的吼，惊伊吼发现。就是伊咧工作的过程吼，到迄个生理的时阵，即阵有听异常的，透过即个鼻水的声，透过即个暗部这样的声去提供的，身上绝对保护，所以就继续有信心，继续用心。来，就是伊听到伊家都可能就是啊。第二个有了，对，到时比较少可以讲吼，有人要养，保护，所以咱看着多片的内面吼，以及海里咧做时阵，边仔有小动物在过来，然后对对吼，边仔有一只小狐狸在过来，伊那个狐狸吼，做时时就看人在找伊，有呢吼，迄个要找海里遮的主人吼，但是。做时到是无吼，做是吼，反正海里呢，总是找着一个安全的所在，就是伊有一个路地的主人吼，可以就讲讲你搞什么需要什么帮助，所以是做比赛的时候，如果海里去拍摄伊惊吼，漂了的对，而且伊个讲伊个真烦恼讲我是乌人，而且啦。对我好到底是要甲我掠着也是安那，所以伊嘛一个心嘛真变大，真稳住吼，毋知到底要安怎。总是拄出来人讲吼，安尼你无你伫遮吼，你先今仔日先帮我倒班农民，安尼我才会甲你安排安尼吼。所以到暗时的时阵，到下暝的时阵，即个拄出人就使盐的钱，安尼甲海里带伊北的所在。所以海里即路上吼，就来咱就非常吼，伊个较北个所在，所以甲下来了后，开始搁行，后尾开始搁行。咱看着海里行到安那，他当做咱无咱爱摸树啊吼，尤其是拢放假脚咧行，实在足忝吼，过来。所以咱行到暗时。咱看海里已经行到安那，无咱骹拢流血吼，伊个躯伫涂骹啊，躯伫涂骹，就讲吼兄弟啊，我到底是安怎？毋知影要安怎吼，总是当伊安尼就想要失去困梦的时阵，上帝搁对即个森林的内面出真侪声，就像咧推广我，伊就想着讲，我细汉的时，我爸爸教我安怎看即个剧，佮有教我讲，讲迄那班迄个
技能生存的技能，我早就好去所以会当继续复习，继续得走。所以海力虽讲啊，行到脚痛啊，行到无力，伊嘛继续推咱继续去因为有人搁对咱，所以海力集合秘密这个马铃薯的成功。我看伊边啊，全部拢马铃薯，差不多伫遐比差不多7天做，比一礼拜拢一直马铃薯的产品，因为真惊伊找着，所以来比听伊到感觉安全的时阵，伊才出来。海力一路上一直在梦想，一直在找想，伊到底要安怎？就是咱看着这个绘本，有出一个声就是啥？孩子只要你与我同行，这是海力讲还是上帝讲？这上帝讲，上帝甲伊讲只要你感觉安全，我会保护你，带你到安全的所在。所以，海力终胜来到百分伊讲伊刚开始拥求这个，看着伊的表情，让我平安，真平安做是伫帮面仔生活，现在，伊嘛是做去甲人做迄个下骹手人斗相共，做是是努力伊若努力就可能爱互平台，做是做是你看着伊的表情，伊甲你斗相共的时阵，你敢有足欢喜？无呢，啥物？伊咧想伊咱宝贝爸爸妈妈，伊的亲人朋友，伊咧想讲我家己平安到路用，我家己自由到路用，伊就开始去想讲上帝啊，我到底是要安怎？我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我厝边的人，安尼只有我家己一家敢好，所以上帝都甲讲去我的厝。另外重新做在教会，所以就是教会。教会有人甲斗相共，而且都甲讲你会当安排什么路线来带遮个人，就来北方安尼较安全。所以就开始做计划，伊嘛开始添钱要一大路长有时阵爱坐火车，有时阵爱坐火车所以有遮会拄着什么困难所以伊到回来就遇到真侪麻烦。海力呢？伊就开始做计划，而且欠钱，所以咱看到伊后来，又带一群人有无？带一群人倒走，但是会当看较详细是迄个中间有下啦。大家想看嘛，你带下仔倒走好简单，无简单，所以爱有一寡方法。所以听讲当时伊是饲婴仔食迄个药就是迄个几点钟的时间，会当互婴仔食药因会当较安全地走。所以到最后，这个海力，伊总共人方帮走几个？19遍救几位？300。这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伫海力的生命内面，伊嘛无法度想象讲，伊竟然会当救伊的同胞，而且会当遮尔有气力。这嘛是伊较早无想象。就是这个信用气力的3星是海力知影，伊伫困难中间伊要继续我靠上，而且伊有上上帝的福利，伊嘛真清楚知影上帝安怎指示伊行伊人生的每一个路。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是像我头拄仔所问大家咱敢有真正甲上帝和好的关系，有一个合宜的关系。因为另外，不管咱第几代其实我大家要看我第几代，咱才可以看得清楚。原来到了那边，到了第3个再来，那个第3个。更多一点，更多一点，多少？5，对了，到
爱甲上帝和好。因为对咱来讲吼，因为咱的信用可能伫咱自细汉伫教会大汉，即个信用的建立是透过咱主日的老师，透过咱伫教会听人讲课，就是咱家己敢有亲身，咱亲自去操作上帝。哦，你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咱拢需要家己去找上帝，而且咱若甲上帝和好了后，咱有真强的气力，知影要安怎咱厝内人和好。比如讲我吼。我自细汉伫教会大汉，所以对我来讲吼，即个信用只是例行公事，就是时间到就是一定要去教会。所以当我伫学校的时期，我就咧想讲，安尼我知影信耶稣做好啦，我做囝我，就是伫我厝的内面，我的爸爸伊是册歌队员，就是我拢伫伊的对面吼，我像少年团的拢坐伊对面，我拢看到我爸爸吼，册歌手了就酸。所以礼拜我做不了的时候，我就想讲，即款的基督徒，我是我想要诚做基督徒，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开始去思考下来，我到底想要诚做啥物款的基督徒，所以就开始去行家己即个信仰的道路，开始去找，总是咧找的过程敢有真顺，起码无太顺，因为失败吼，我升高中的时阵利用留级1年嘛，所以失败了就真。对家己真失望，感觉讲我去读册无啥路用，所以就想讲无来看要做啥物，所以我人生来改变。我是感谢上帝透过教会神学生，甲我帮助，就讲无你去读神学院，我想讲我想要继续为了即个信仰的道路，我要去读神学。所以透过即个神学生来讲话，就讲你去看卖吼，我讲要考啥啦吼，因为时阵神学院只有4个科系吼，神学系、宗教系、医学系、社工系。我就想想的吼，神学系无路标，宗教系我惊囡仔，医学系无励志，无来读社工的。是讲我毋知社工要读啥，所以袂去读社工。所以这拢是上帝有在吼，伫你读社工系你4天的活动吼，我明明当我每日有励志大的。所以中国对我来讲是真温暖的所在，因为我捌去支持去南岛，去迄个灾区的所在冒三工。我有几个同学拢中华人，所以拢会带阮，若去中国了，我会带阮去岛是煞熟悉。所以对我来讲，有遮尔济囝做的兄弟姊妹伫遐是规矩，诚对我信仰的另外一个气力的所在。因为我看到真济人遮尔疼上帝。所以我家己嘛受感动，我感觉讲，我要亲像伊一样，伊遮尔疼上帝，我嘛想想要亲像伊一样。所以，咱的信仰点毋是透过家己姊妹，从耶稣基督的名展现出来，诚做咱信仰的困难。所以，其实咱要行一条信仰的道路，是靠咱自己，咱做伙去。咱亲像家己是有时阵，咱嘛会遇到困难，遇到真困难的代志，咱无好好，就是咱有通袂记。上帝有我们对待，上帝会规划咱，行咱信仰的道路，咱放心来面对。所以手开咱跟咱靠着上帝，我们知，因为我每一个人信仰的经历内面，有时阵会活好，有时阵我无法度活好。就是阮知，伊有愿意听从信手来扶持我，而且透过信心的感动，才感觉激励我，我知影我毋通失望，而且我有助力的听，继续灌溉阮的心情。我知影我需要甲上帝和好，嘛需要甲人和好。所以，其实阮因为